大家平時過馬路嘅時候係唔係好心急嘅咧？嗬，我自己咧平時行得好快嘅，但係咧喺紅綠燈前邊咧，我都會放緩腳步，然後企喺度等過馬路嘅喎。正等於前面有一堆人嘅時候，你唔會死衝過去㗎，係咪？重訓都係一樣嘅嚇。如果每一組都調校最大重量，跟住全身發晒力嘅時候咧，每組做到力竭嘅話咧，咁再加重又得唔得咧？咁樣嚇。原來有一句説話咧，我哋叫做揾合適嘅重量喎，即係英文咧叫做 magic weight 嚇。其實咧佢係一個水位嘅嚇。譬如有啲動作嘅時候咧，你做嘅時候個砝碼嚇調得多一格嘅話咧，咁可能做唔到，或者個動作開始變形啦。但係調輕一格嘅時候咧，你又發覺肌肉又唔開心啦，跟住動作開始加快啦，係咪嚇？例如呢一個動作嘅時候咧，穿好個手腕，跟住攞佢出嚟先，跟住手遞高少少啦，曲手伸直，呢個係三頭肌嘅訓練啦。OK 嚇，用 K 波去完成嚇啊。咁究竟點樣揾呢一個 magic weight 出嚟咧？咁樣喺兩個砝碼之間嘅重量咧，我哋呢度咧就可以咧有其他唔同嘅安排啦。譬如咧就係可以調節一啲好細微嘅重量啦，係咪嚇？咁就可以容易揾得到㗎啦嚇。過馬路咧同重訓一樣嘅，最緊要咧做得安全，揾一個合適自己嘅位置下去做。OK 嚇，如果唔係咧就變咗橫衝直撞咧，咁就唔係幾好啦。